挂虑，细细数算主的恩典，诉不尽心中感谢，感恩珍惜所有，感恩找到幸福，喜乐满足，发自内心，化成一首美丽诗歌。每天数算大大小小的恩典，心跳呼吸不再是理所当然，天虽不常蓝，花虽不常开，主的爱从未曾离开，困难中更多经历主的恩典，以感恩的心迎接新的每一天，走过的崎岖，走过的低谷，都是化了妆的祝福。感恩珍惜所有，感恩找到幸福，喜乐满足，发自内心，化成一首美丽诗歌。大家平安。今天的经文是《申命记》第8章1到20节。在开始读经前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祝福以下我们读经的时间，开我们的心，能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申命记第8章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前的临别提醒。他知道真正的危险不是旷野的缺乏，而是进入丰盛后的忘记。今天我们多半不像以色列人那样在沙漠流浪，但我们面对的试探其实很相似。当生活稳定了，还会不会祷告？当收入增加了，还记不记得神？申命记第8章的内容分为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1到5节，在旷野的祝福。说到祝福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彼此说祝福的话。中国人的祝福通常是长命百岁，子孙满堂。古代的以色列人对祝福的观念也是类似，得到生命、人数增多和得地为业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。然而这个祝福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。现在我们先来读第8章的经文。现代台语版圣经申命记第8章，承接好的土地。今仔日我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着切实遵行，互恁通活，人数加添真济，入去承接上主入世，应允要互恁列祖一地。恁嘛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这40年带恁伫旷野行过的路，互恁谦卑，甲恁考验，要知恁有对身体遵行伊的诫命啊无？伊甲恁磨练，互恁摇过，用恁甲恁的列祖拢毋捌的吗哪养饲恁，是要互恁知，人得活毋若倚靠饼，是倚靠对上主的喙所出的逐句话。
这40年，恁的衫裤无破，恁的骹嘛无碰拍，恁就知上主恁的上帝管教恁，亲像人咧管教伊的囝儿。所以，恁着遵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，行伊的道路，敬畏伊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带恁入去迄个水的地，遐有溪有水泉，搁地下水对山谷甲山顶流出来。遐有出产大麦、小麦、葡萄、无花果、石榴，搁出产橄榄油甲蜜。恁伫遐食米充足，连一项都无欠。伫遐的石头有铁，山内会当挖着铜，恁会食到饱。就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所赏赐恁富足的地，学了伊，毋通袂记得上主。恁着谨慎，才免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。无遵守我今仔日所吩咐上主的诫命、命令甲规例，恁食饱，有好的厝通徛，牛羊、金银，以及恁所有的，拢加添真济时，着谨慎，才免恁自个骄傲，煞袂记得甲恁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的上主恁的上帝。伊带恁经过迄个大搁通行的旷野，是打扫无水的地，遐有毒蛇、热仔虫。伊有为着恁，互水对顶的石盘流出来。伊搁伫旷野用恁的列祖毋捌的玛纳养饲恁，是要考验恁，互恁谦卑，到尾是要互恁得到福气。才免恁心内想讲，我靠家己的气力、能力得到这的产业。恁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恁得到产业的气力是伊互恁的，是要实现伊对恁的列祖立誓设立的约，甲今仔日相款。恁若真正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，去对别个神明服侍敬拜因，我今仔日严严甲恁警告，恁一定会灭亡。上主互恁看到伊安怎消灭遐个民族，恁嘛会安尼灭亡，因为恁毋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。申命记8章1节，摩西再一次敦促百姓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并阐明这才是得祝福的前提条件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接着从第2到第5节，摩西指出神在旷野40年对以色列人的保守和看顾有4个方面。1. 神的试炼，申命记8章2节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内心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神借着环境试验人心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年老的时候，得着神应许的儿子以撒。创世纪第22章第1节说到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让亚伯拉罕将他最爱的儿子以撒献祭给神。亚伯拉罕通过了神的试验，乃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。他相信神是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就像一个教练用百般的艰难训练出最优秀的运动员一样，神试炼我们是因为他的爱。约伯记23章10节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2. 神的供应，第3节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时，引用了这节经文来抵挡魔鬼的诱惑。3. 神的看顾，第4节，这40年
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也没有肿。40年，衣服没有破，脚没有肿。若不是神迹，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个情形了。4. 神的管教。第5节，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般。因为爱，所以管教。当父母的都会深有同感。若不是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才不会花时间、精力和口舌去管教。神对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。因为爱，所以在旷野中，神管教他们的不顺服、抱怨、试探神、不服权柄、拜偶像和行淫乱等各样的罪。希伯来书12章10节，生生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我们现在是否正在经历旷野的艰难？是工作上的不容易，身体上的疾病或家人的疾病，人际关系上的麻烦，服事中的委屈。越是在困难的环境中，越是要牢牢抓住神。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，相信神的慈爱和信实，他必不会丢弃我们。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4个方面去思考我们所处的环境。第一，不要抱怨，不要纠结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而是到神的面前来询问，主啊，你希望我学到什么功课？你要我怎么做？第二，在困难中仍然看到神的供应。或许我们在工作上不顺心、不如意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至少我还有一份工作，这乃是神供应给我们的玛纳。第三，思想神过往对我们的看顾和现在的保守。人是容易健忘的，我们很容易忘记神其实一直在保守和看顾我们。在新闻中报道的很多事情，其实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若不是神的保守，我们如何能平安度日，享受吃得饱足、出入平安、自由敬拜的生活呢？第4，我们可以思考，这是否是神的管教？或许是隐而未现的罪，或许是我们的不顺服。我们可以跟神祷告，主啊，如果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请你向我显明，让我可以认罪悔改，并帮助我可以改变。第2部分6到20节，警戒在富足中，不要忘记神。我们常说，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在患难中，我们会更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，但是在富足的时候，我们骄傲的本性让我们很容易忘记神。摩西从以下4个方面警戒以色列百姓在富足中不要忘记神，要谨慎，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敬畏神。第1，以色列百姓的富足乃是神的赐予。6到10节这一段，摩西描绘以色列即将进入的迦南美地，乃是有充沛的水源、各样的出产、丰富的矿产的地方。摩西预见以色列百姓必定一无所缺，但是摩西警告百姓，迦南美地是神丰富的赐予，他们吃得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。第2，不要因富足就心高气傲。11到16节，摩西以2个
恐怕来警告以色列人，按照人罪恶的本性，他们会如何做。第一个恐怕是12到14节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比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摩西提醒百姓神过去的作为，引领百姓出埃及，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降下玛纳，磐石出水。第三，不要将功劳归给自己。17到18节，摩西的第二个恐怕是第17节，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的力量，我能力得来的。18节，摩西指出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第四，忘记神，随从别神必然灭亡。19到20节。最后，摩西警告百姓，如果他们忘记神，随从别神，侍奉敬拜，他们的命运必然与以色列百姓即将从迦南地赶出去的外邦百姓一样，必定灭亡。申命记第8章不是写给贫乏中的人，而是写给即将进入丰盛的人。神最担心的不是我们在旷野里会不会抱怨，而是我们在丰富中会不会忘记他。回顾旷野40年，神由缺乏教导我们谦卑，用玛纳教导我们信靠，用管教塑造我们的生命。因为神知道，真正的危险不在没有，而在于以为自己够了。所以摩西严肃地提醒，当你吃得饱，住得好，财富增加时，要小心你的心是否悄悄地说，这是我自己的能力得来的。因为忘记神的结果，不只是感恩少了，而是生命失去根基。今天这章经文也提醒我们，在顺境中仍然敬畏神，在成功中仍然顺服神，在丰盛中仍然承认一切能力、一切供应、一切祝福都出于耶和华。愿我们不只是在困境中呼求神，更是在蒙恩之时紧紧地跟随他，因为真正的祝福是在任何境况中都不忘记那位赐恩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今天借着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，提醒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仰望神，在患难中让我们想到神的供应、保守和看顾，在丰盛中仍能敬畏你，不骄傲，不忘恩，使我们在每一天都经历你的恩典，一生都敬拜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每天数算大大小小的恩典，心跳呼吸不再是理所当然，天虽不常蓝，花虽不常开，主的爱从未曾离开。困难中更多经历主的恩典，以感恩的心迎接新的每一天。走过的崎岖，走过的低谷，
用心感觉他的爱就在这里。张开口，高举双手，全心来感谢。每天数算大大小小的恩典，心跳呼吸不再是理所当然，天虽不长蓝，花虽不常开，主的爱从未曾离开。困难中更多经历主的恩典，以感恩的心迎接新的每一天。走过的崎岖，走过的